天边，答应我为你别连理，心间两人两富贵。变水天配那官天破衣，结背在古代Hello， 欢迎我们的花柜管理员。哇，欢迎我们的真会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帮我呢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那呢，今天如果听到比较沙哑的声音呢，就敬请见谅咯。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聆听一下一诺大金枝的 CD 专辑，来做个这个前面的介绍哦。等一下8点钟我们就准时开始咯。秀行大礼，早早幼秀，不敢将礼陪，老君对神将头家。快爱呀，快爱！唔通业家想要赚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贵府提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尊行，驸马怒会满心兴。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借我乐观的音。Hello，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有发现哦，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哦，这个换头贴咯，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当然也欢迎我们的汉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稍等一下下咯。不有归爱黄回应。Hello， 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抱歉，昨天给他呢休息一天哦，因为呢实在这个感冒太过于难过了哈。那呢我们晚一点再来聊聊，以及呢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哦。说这个话较济过鸟啊门。这其实是我们台语很常用的一句话。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天哦。也欢迎我们的卤猪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让我们唱个7字调，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笑嗨嗨。
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啊报你知。歌戏团唱啊是多自在。戏剧团成又表亲就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无论呢你上来聆听戏曲的小知识，我们呢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预报，都欢迎你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那呢今天如果听到这个钱太雨涵的声音呢有点沙哑呢，也敬请见谅咯。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王淑芬以及我们的韩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淑芬、我们的汉汉、我们的蛙贵、珍慧以及我们的卤猪大大，还有我们的韩粉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跟我打声招呼，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首先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要做个明天的天气预报。明天呢，到底全台会不会下雨呢？就来聆听这一段咯。明天呢，北部、中部以及南部的朋友呢，恭喜大家，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10%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北部已经下雨很多天的朋友，先恭喜你们，明天呢，可能会这个快乐一点点咯。再来呢，是我们的东部的朋友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20%到30%左右，所以说呢，明天这个东部的朋友呢，要记得这个携带一下雨具哦，这个呢有可能会小小的降雨。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国青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珍慧说这几天脚受伤，是脚踝受伤哦，所以呢，有好好的在家休息，谢谢老师，没问题。我们的珍慧哦，前几天不是还去工作吗？怎么脚踝就受伤了呢？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这个安全性，以及呢身体的健康程度哦。再来呢，欢迎我们的美玲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节目的一开始呢，不外乎呢要先讲个这个新闻哦。我们台中呢居然有那个代课老师，居然有教师呢被积欠薪水哦。感谢我们蛙贵管理员的提醒哦，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开启小铃铛咯。台中呢有一个这个实验的中学，这个代课老师呢被积欠薪水哦，而且积欠呢还不止几个月而已积欠了大概有3-4个月，有从9月开始，9月然后10、11、12，至少4个月的薪水呢被积欠下来哦。那呢，这个学校呢就说这是一个不实的指控啦，因为呢学校说呢正在跑这个流程哦。但是呢，这个被积欠4个月的教师啊，当然非常的不满哦。尤其呢，这间学校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哦，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加热棒呢，居然故障了。所以说呢，冬天这个学生下去的这个水温呢，
大概在这个24到25度左右，这个学生呢应该觉得很痛苦哦。有很多呢，这个学生的家长呢，赶紧哦，就帮学生来做这个请假的动作哈、不要让他们上到这个游泳课，以免呢，这个不管是脚抽筋啊，甚至呢感冒都有可能哦。所以说，你有没有小孩子也就读呢这个台中的这个实验的中学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喽。再来，我们的真会说呢，谢谢老师，没问题的，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安全哦。线上的朋友也都要注意一下哈、这一波虽然开始有变冷的感觉，但是呢，不外乎呢下一波这个礼拜6日开始到下礼拜1哦，有可能会更冷哦。所以说呢，也注意一下这个天气。你来聆听呢，雨涵的广播电台都可以聆听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咯。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这个YUSHU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让我们穿插个这个7字连、7字摇板跟带7字一哦，这是呢我们7字调的延伸版，把它呢都串在一起的一首曲子。来，我们来听听呢听听这首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哦，这位大大说这个头发帅哦，当然这个咱可以等了哦，昨天才去电头发。烫头发啦，我们讲电头毛哈，这个蜜蜂大大还没上来哦，来，让我们来听个7字连、7字摇板跟带7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也是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伊生病，奈何恁何心不惊？驸马要心，无将伊，因为爹娘忘妻离，风风翻边冲了去。军队起灵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北宝经受意，驸马无讲最情义，并王面听伊。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哦。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这个驸马用这个藤条打完金枝之后呢，哇，这个事情大条了，当然呢要赶快绕跑走人了。剩下呢，金枝在台上呢，哇，也摔了这个凤冠呢，也拆了他的衣服，扯了他的衣服呢，非常的生气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 PAU 大大以及我们的明辉，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跟线上的大家呢说声抱歉哦，因为呢昨天临时请假了一天哦，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聊聊天哦。再来呢，我们的真会说呢，这个上班的途中哦，被这个推货物的这个推车呢，不小心用到脚了哦，所以说呢，有进急诊室哦，原来如此。哦，是。那真会要注意安全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这个在工作当中，当然了我们有这个劳健保，但是呢，这个意外险等等之类的呢，还是要多少自己来保一下哦。再来感恩我们明辉的鼓掌，以及呢我们的汪贵，我们的管理员说好听。
昨天呢，其实应该是不会休假的啦，但是呢，因为呢，上礼拜开始感冒我就拖到想说呢，礼拜六呢，刚好我们直播休息可以去看个医生。想不到呢，他们有分这个单双周啦，刚好呢，这个单周的医生呢，不是我原本习惯看的那一个，哇，开了一个药这个喉咙呢干到一个不行我想说呢，昨天这样子应该是没办法直播的所以说呢，也就利用昨天的时间，虽然说呢，这个发文表示说呢，我去烫头发，但是实际上呢，晚上呢还是去看了一下医生，顺便呢去照一下声带，做个健检因为呢，我们3月14号在我们的台南，我们有办一场呢一怒打金枝的实体演唱会而且呢，这是免费入场的咯。3月14号呢，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下午2点钟，欢迎你来台南的好听文艺展演厅，欢迎你呢到这个国华街以及中正路的附近来做逛一逛的动作，是免费入场的那呢，现场有购买有贩卖我们的专辑，以及呢现场的海报都可以自由的拿取，只要呢你有心呢想要赞助一下，也都可以呢投资前方这个舞台区的这个赞助箱欢迎大家3月14号呢把这个时间留给我。那呢，如果没有办法到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当天会同步的直播。所以呢，再来也欢迎我们的明慧大大，他说呢，大家呢要记得帮我们关注、按赞、开启小铃铛才可以呢获得更多的资讯内容。线上好朋友呢，无论你是新旧朋友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帮我们订阅一下让雨涵电台呢，这个步步高升再来欢迎我们的汉汉，他说呢好听，感恩我们可爱的汉汉咯。再来呢是怡佑，对不对？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树英，马来西亚的树英，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无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呢这个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穿插一首我们传统的曲调都马调，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黄金的讯息咯。来聆听这首都马调。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我并非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强势假大理，驸马就是冤成怪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补给，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上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他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可害。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告状。
有人来我河。从平走下，我拢有叫做跟你过爱，恋来了色，带你记得你呀最嫌怎不对你呀，对你来两情，我不了情。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都马调，也就是呢早期呢这个都马班呢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呢，我们给他抄的曲调了，然后呢看到上面写之后这个都马班，我们就给他写都马调哦。那呢在我们一路打进去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说这个驸马呢不小心在反抗的时候呢打了公主一巴掌，哇，这下子事情大条了啦。所以说呢这个公主呢逼这个驸马下跪道歉，下跪道歉之后呢，这个公主呢还是不原谅他哦。真的是非常娇蛮的公主。再来欢迎我们的静说呢，好好听，也欢迎我们的静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的爱心哦，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身为呢雨涵电台的管理员哦，哇，非常的辛苦哦。先给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呢2个亲吻哦。再来也感恩我们的明辉大大以及我们的灵感菇的掌声哦，欢迎我们的灵感菇。汉汉说呢，好听的歌仔戏啦，感恩我们的汉汉哦。再来播报的新闻呢，是有关于我们的黄金的新闻。你卖黄金呢，都会卖这个纯的黄金，还是呢会拿这个 K 金的去贩卖呢？我们来聊聊天咯。这个呢，台北就有民众呢拿他家里的这个银饰啦，以及呢这个 K 金呢去做贩卖，但是呢这个呢业者呢他就说这样子我们要扣重哦，因为呢不完全是纯天然的黄金哦，以及呢我们要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多少会这个流失掉一些啦，所以说呢要扣一些重量。哇，这个民众呢觉得不合理，以及呢这个扣重的比呢太高了，所以说呢就给这个业者呢留下一星的负评哦。但是呢也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虽然这个黄金上涨啦，那呢银价也跟着上涨，但是呢其实你要贩卖这个K 金类的产品啊，这个混合类的产品多少会被扣重，这是一定的。那呢你家有没有什么呢黄金呢可以拿出来做这个贩售，来筹这个新年的红包钱的呢？哇，距离新年不到2个礼拜，这些爸爸妈妈以及长辈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手头很紧，很像烫手的山芋呢？相信有一些父母呢都紧张的再过2周呢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新春过年了哦，都觉得手头开始越来越紧咯。欢迎我们的奇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上来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来聊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来聊聊呢这个戏曲的小知识，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报。我们说呢歌仔戏就是一块的大海绵，所以说呢可以吸收呢这个现代的这个时事啦，以及呢很多项的消息哦。再来也欢迎我们的小阿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小阿姨。
但是呢，小阿姨并非我的小阿姨，是大家的小阿姨哦。你们所看到的呢，这个 ELAN 这个账号呢，是我们呢这个另外一个网红这个直播主的这个小阿姨的频道。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它是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下午4点半播到7点。那雨涵电台呢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来做直播咯。再来，奇峰说呢，你似乎很眼熟，你是说我很眼熟，还是小阿姨很眼熟呢？再来播报呢台南的新闻咯。台南呢，哇，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小朋友去台南的这个百货里呢，在选购这个水晶的时候呢，想不到她的小孩子呢一边玩着手机然后呢这个背上呢就靠在人家这个店面上的这个柜子上，这个展示柜上。结果想不到呢，这个展示柜呢翻了过去，他的小朋友呢也跌倒了结果呢上面的这个水晶的手链呢也跟着掉落了。哇，这个妈妈非常的这霸气，她说什么呢？她说呢，这里我全包了这个业者呢帮他打下88折之后呢，这9条的手链项链9条下来要价2万多元哦。再来欢迎呢我们的这个奇峰，他说呢我很眼熟，而且呢，在这个搭计程车的时候呢，有听过我的声音哇，原来我连计程车上都有人听我的声音今天呢，大家所知道我这个白天呢有这个超市业的工作。今天呢，有一名这个物流司机他说呢，你最近没有再去唱歌仔戏这样，然后我就傻眼，我想说。你怎么知道呢？这样子我就问他，他说呢，我看过你演出哇，居然被这个物流司机所看过我的演出。所以说呢，也小小的有点开心有点成就感。再来呢，我们的小阿姨说呢，剪头发咯，没错昨天呢还去烫了头发。那呢，因为昨天呢有点感冒所以说昨天顺便休播一下，去看一下感冒，顺便照一下声带。因为呢，我们3月14号呢有一场实体的演唱会哦。再来播报我们呢台北的新闻咯。台北呢，这个2024年呢，有这个中视这个军人呢，猝死。那原因点是在于说呢，他原本有觉得人不太舒服，但是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医务所没有人这个门窗紧锁，所以说呢，他就自己呢吃了这个普拿疼，隔天呢他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呢，军方帮他送医的时候呢，这个家长控诉说呢，明明离着这个医院很近的地方呢，还有另外一家医院。而且呢更加的专业，为什么呢？你们送这家医院，最后呢这个儿子呢猝死了。那呢这个1年半内呢其实查无真相这个家属呢非常的痛恨军方而且呢这位妈妈呢，她的不管是舅舅啦还是爸爸一些亲戚呢，一样都是军人这是让他觉得呢比较可惜的地方。再来呢，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唱首7字连空奏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欢迎呢109大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
等一下呢，来唱这首七字连空奏，也请大家呢帮我们雨涵电台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好，来带来这一首呢七字连空奏，我们的歌仔戏曲调咯。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谐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知相爱。以爱军队心行百里呀，实在太爱乱来。我会有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记笑脸，我无悔做掉悲哀，一步迎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海，过牛麦。冤家江孙啊，江心怎主菜，情深渐将相地带，何言论理何以猜？何以来拜改？感恩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所带来这首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呢来从头唱到尾。我相信从我们第一集来听呢直播节目的大家呢，应该听了这个耳熟能详了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呢3月14号的这样的演唱会，以及呢今年度的新戏哦。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提醒大家我们3月14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在我们这个好听文艺展演厅有举办一场的一怒打金枝的实体演唱会哦，而且呢是免费入场的哦，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进来台南咯。那呢，来台南呢，别忘记去到国华街，以及呢，我们的神农街啦，台南的西市场呢，来做观光景点的来给我们消费一下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美林大大、我们的明辉以及我们的静的掌声鼓励鼓励哦，感恩我们线上很多的好朋友哦。应该是听不出来本人正在感冒的状态即便呢感冒呢，还是呢想要上来陪伴一下大家。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蛙柜管理员的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汉汉说好听呢，感恩我们的汉汉。再来
来呢，来播报我们屏东的新闻，是一个负面消息，而且呢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哦。这是一个呢负面的教材哦。有一个呢，这个穿着消防衣的呢，这个爸爸呢，带着女童去夹娃娃机店呢，又踹啦又撞了哈，让那个娃娃呢掉下来。结果一查下来呢，才发现原来他是一名义消，加入义消呢也还不到2年的时间内哦，头上呢戴着这个火凤凰119的字样的这个安全帽，以及呢身上穿着这个义消的这个衣服。就去给人家夹娃娃机，而且猛踹啦、猛撞啦，还带着呢他的女儿去哦，是一面负面的新闻、负面的教材哦。再来播报呢，是我们今天呢嘉义的这个新闻，而且呢是发生了一则车祸。有一个呢砂石车的驾驶呢，为了闪避呢旁边呢，这个要回转的这个货车哦，不小心呢，就去撞到了这个呢早餐店以及槟榔摊，连续呢波及了这个4间的这个民宅哦。那也还好呢，这个早餐店的这个夫妻哦，赶快呢跳走，而且呢赶快把这个火源呢，赶快把瓦斯关掉。那呢还好呢，我们这个早餐店以及呢这个槟榔摊呢没有客人的状态下，这个11点多的时候还好没有客人，所以呢只有造成呢这个砂石车以及货车的驾驶呢有点轻微的受伤而已哦。这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嘉义的新闻。再来一首我们的7字调。传统的新卡北北造3关，该话所以回中玩，来听听呢钱蛋雨涵怎么表现哦。所谓的钱蛋的意思呢，就是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晚一点呢，再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主题内容，也欢迎我们的雅茹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进来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来聆听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报。来一首7字调。新卡北北呀，造3关，该话所以哦，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盆无干啊，百姓为无风无药啊，会袂开。等待来杀鸡啊，来当了罪。灰心啊，会交开。哇，真的跟这个钟会呢，真的可以说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刚好要唱这个7字调，刚好要唱这个新卡北北造3关呢，刚好他就点这一首哦。感恩我们的钟会哦。再来呢，哇，也感恩我们的奇峰，他说好好听哦。
感恩我们的奇峰哦，也感恩呢我们的汉汉，他说呢太好听了，喜欢喜欢，感恩我们的汉汉。以及呢，感恩我们的静哦，静的掌声鼓励，感恩你。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黄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雅茹的掌声鼓励鼓励。再来要播报的呢是我们花莲的新闻哦。在播报新闻以前呢，先问一下大家哦，最近的布置呢有没有每一天呢，都长得不太一样的感觉哦，多了很多的元宝，以及呢这个幸运的竹子起来呢，这个开运竹呢有没有呢这样子喜气洋洋的感觉呢？觉得好看的朋友跟我们说一声好看咯。插了这样子的呢，这个幸运以及开运的竹子呢，让大家呢，当讲吼，这个金银财宝会当满大听啦，可以说呢，这个福气呢，都传送给所聆听呢雨涵电台所有的观众、粉丝、好朋友咯。所以说呢，也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提醒一下大家哈，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我们都有直播节目，唯独呢礼拜四的晚上哦，是我们的台语台哦。所以说呢，大家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不用担心哦，我们会一边讲国语一边讲台语。所以说呢，礼拜四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我们的雅茹说好看呢，以及呢韩粉说哇这样子起来也很好看哦。还有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还有我们的明辉大大都说好看哦，有比出这个爱心的啊，有比出赞的哦。我们的静说呢好看，很喜气哦。哇，真的这样子喜气洋洋的感觉呢，让福气呢让大家来带回家。当然呢在我后方这个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的春联也都可以跟我们做索取哦。我来拿一下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呢这个台南呢，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正大书城，以及呢这个台南的西市场的卡雅手做永生花来做领取。那呢如果在外县市的朋友呢，当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底下的资讯栏连接我们赖群组的连接，加入之后呢可以跟我们说想要这个新春的这个春联，有这一款呢叫做我们的吉祥感恩。哇，这个是我手写的春联哦，虽然说呢写的没有很好看啊，大家呢就勉勉强强的收下了哈。再来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平安顺心。那呢如果大家有想要春联的朋友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可以拿我们的这个春联哦，平安顺心吉祥以及感恩。再来不外乎呢，当然要拨回来我们这个新闻了哈。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是雨涵电台的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就是由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我们来听听这个花莲的新闻咯。再来呢，大家可能会怀疑一下那个主持人你不是感冒吗？为什么你还偷喝饮料呢？我发现这个饮料呢真的是一个精神的支柱再来呢播到饮料呢，就是呢花莲的新闻呢，有一名酒驾的这个骑士
虽然说呢，我们所知道这个原住民很爱喝酒啦，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呢，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以及呢，你如果喝了酒之后呢，不要骑任何的机车啦、脚踏车啦，这都是违法的行为哦。这则新闻呢，是这个酒驾的骑士呢，在被这个警方追缉的同时呢，他躲到呢这个邻居家这个呢骑车骑到邻居家，就停着就说呢，他要来找他的阿姨哦。想不到呢，被这个呢警方这个明眼人呢给抓到了。他说呢，这个你根本就是有喝酒啦，给他验这个酒测值呢超标了。结果呢，这个邻居呢居然大喊说，这个你活该被抓了哦。这是呢发生在我们这个花莲的新闻哦，居然呢有这个酒醉的这个酒驾的，还逃到呢这个邻居家里面，哇，还好呢这个警方呢明眼人哦。再来，我们的曾慧说想听你唱这个新卡北北哦，刚刚不是有唱过了吗？我们线上的好朋友还想要再听一次新卡北北吗？还是想要听呢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7字调呢？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明慧以及我们的小阿姨哦，互相来打招呼咯。再来呢，你新春年节前呢，会不会来个大扫除呢？在这个群组里面哦，所问大家说呢，可以一边聆听这雨涵的广播电台啦，一边来做这个大扫除的动作。所以说呢，今天开始哦，提醒一下大家了哈，明天开始。那个呢，雨涵的广播电台8点开始直播的时候呢，明天打扫客厅哦，明天的主要内容打扫客厅，后天打扫厨房。所以说呢，先给大家派作业哈。你家如果这个扫把、拖把，还是说呢这个抹布呢还没准备齐全的朋友呢，要记得一下哈，明天要来打扫这个客厅。所以说呢，这个等一下下播之后哈。准备好你的东西咯。这样懂意思了哈。明天呢，大家要一起来大扫除哈，来聆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的同时，一边来打扫这个家里，所以明天打扫客厅哦哈。再来呢，我们的明慧说全部都想听呐。以及呢，欢迎我们的 HUS， 抱歉哈。HUAS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抱歉一下哈，体谅一下这个主持人呢，看这个英文呢是有困难度的哈，差点又叫错名字了哈。再来呢，我们的蛙龟大大说呢，小孩才做选择。欢迎我们的 ANN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雨涵加油。感恩你的加油哦，雨涵会继续呢努力的来这个维持呢雨涵电台的这个直播节目，所以说呢他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呢上来听不到雨涵电台。虽然说呢昨天给大家放假一天，再来呢我们一样呢，因为真慧还想要再听一次这个7字调我们再唱一下7字调这个新卡北北造三关。再来呢等一下还会再唱一次我们的7字调，唱了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那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7字调。新卡北北呀，造三关，改换所以哦，会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
着啊花未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了水，当了花心啊花照开。唱完这首七字调呢，再来呢，我们要再唱一次呢，这个呢，《银罗打金枝》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内容，让我们再听一次七字调不同的内容咯。世上何定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因的君亲属啊，着招牌，君在其上，必敢不知。在家何表啊，对你的疼惜，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你呀，作嫁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水明。这首呢，这个一样都是七字调哈，为什么呢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呢，《银罗打金枝》CD 专辑里面的这个歌词呢，在论这个身份哈以及地位啦。这个呢，这个驸马跟公主说呢，这个世界上哈，谁人为大，谁人为尊？这个公主说呢，拜托，我是公主你只是我老公而已你在跟我论身份地位吗？这个不一样的七字调，好听吗？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进德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进德说呢，我是小孩，别叫我大人哦。欢迎我们的金德哦。再来呢，这个钟慧说呢，好听好听。汉说呢，这个一样好听啊。以及呢，这个明辉说哈，看来呢，新卡北北呢，能够在大家的这个身边以及脑海里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哦。再来呢，刚才问到呢，大家会不会大扫除呢？因为呢，这个新北市哦，有这个媳妇呢在做这个大扫除哦，想不到呢，把这个衣柜给它丢掉的过程当中呢，叫这个环保局来载结果呢，这个环保局呢发现这个衣柜的里面呢，居然藏有这个黄金。也还好呢，这个环保局连同呢，这个警察啦，以及呢这个里长呢，找回呢这个媳妇是谁丢弃的呢？找回这个媳妇，不然呢他差点就把这个公公所藏起来的这个100万的黄金呢，给他丢掉喽。所以说呢，明天在教他的这个大扫除的时候呢，别忘记寻一下你家有没有哪个部分呢有黄金的不要给他遗漏咯。再来欢迎我们的小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小乐。感恩呢我们的静、我们的蛙贵、我们的明慧呢，大家都说好听，然后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
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在讲一则新闻之后呢，等一下呢要来讲今天的主题内容。上面和这呢，这个为卡嘴贵鸟啊萌哦，你的话呢多过于呢这个猫毛，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哈，这个猫身上到底有几根毛呢？来播这一则呢，是我们新北的新闻咯。新北呢，哇，这个热水器害了一家人哦。这个热水器呢，应该是这个瓦斯没有燃烧完全，结果呢，这个10岁的女童呢，因为呢现在放寒假睡得比较晚一点点，结果呢这个死亡在这个家中。这个家长呢要去叫他呢，吃午饭的时候呢，发现怎么都叫不醒，才发现呢，原来他晕倒了他死亡了。结果呢，同一个下午呢，就发生了家中呢另外7名的这个家人朋友呢有这个晕眩的情形哦。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家里呢，如果是这个瓦斯型的这个热水器，要注意呢这个通风咯。这则新闻呢有点可怕，所以说呢提醒一下大家了家中呢如果不是用这个电热水器的，是用这个瓦斯型的呢，要注意一下通风，以及呢它是否呢放在这个户外的地方哦。来，我们来穿插一下呢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等一下呢要来讲今天的主题内容咯。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家中如果是瓦斯型的这个热水器就像我外婆家早期也是用这个瓦斯型的热水器啦，记得呢要放在户外。以及呢，尽量离你的家远一点点啦因为呢，如果离你的房间太近，有可能还是会这个一氧化碳的这个中毒哦。再来穿插一下呢，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条娘命，贵府提君王守礼庭。唯独公主不存行，驸马怒会莫心行。天老相兵，叫万姓爱乡。尊神家爸不将你定，听说笑我老君殿，我为父做义公论分明。哎呀，我红定。stra灵家己小小红定，困在道边，听你清灵，不由过阿姨讲红花影。这首呢是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代表了说呢，这个驸马呢，非常生气怒气冲冲呢回府中呢，要跟这个公主来理论啊。为什么呢？我的爸爸妈妈呢70大寿的时候呢，你却不去拜寿？哇，非常生气的回来还看到呢挂这个红灯笼更生气了啦再来感恩我们的韩粉的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我们的静的掌声鼓励哦。
我们的汉汉说呢，好听好听。跟大家所说哦，为什么呢？这个我都要重复一下你们的话，而且呢，还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的音效哦。因为呢，你们把福气送给我，我也把福气呢回向给大家，让你们呢，家人朋友呢更平安健康哦。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我们的明慧也说呢，欢迎大家上线聊天喽。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都欢迎大家进来聊天，不论呢来聆听呢这个戏曲的小知识，来聆听新闻，还是呢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主题内容哦，都欢迎大家呢底下的资讯栏底下呢，给我们留言聊天哦，你们也可以聊你们的，因为呢这是雨涵电台的特色啦。很长时候呢，这个主播讲他的哦，然后呢底下呢聊成一片，大家都很开心的感觉哦。我看你们开心，我也开心。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呢为较济贵鸟啊门哈，为什么呢会来用这句台语呢来做开头哦？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身边的好朋友啦，以及同事之间呢，发生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先用这个抱怨的语气啦，甚至说呢，来讲说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成这样子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的啦？为什么呢？他如果听我的这件事情呢，就平安无事了哦，都会呢先下这个定论，先来品头论足的概念哦。但是呢，事实上一件事情的发生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呢先去解决这件事情呢？所以说呢，采用这个为较济贵鸟啊门啦。刚好呢，我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呢，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他说呢，他的同事之间呢，刚好都会呢，先评论啊，评论完之后呢，才去做这件事情才去解决这件事情。我就说你刚好呢提供了我一个主题哦。所以你知道吗？我这个设定这个主题我还去查了一下猫毛呢，这个猫咪呢身上的这个毛呢，总共呢有这个2750万根到呢4000万根的这个羽毛这个毛所以说呢，它身上的毛是非常非常的厚重的。它不像呢我们的身上我们一个毛细孔长出一根毛而已，猫咪身上不是猫咪身上呢一个毛细孔可以长出很多的毛所以说呢，这个一只猫咪它身上的这个猫毛呢，总共呢有这个2750万根到这个4000万根那它一天呢掉了几根呢？它一天呢可以掉呢100根到1000根的猫毛，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不对？其实呢，人类呢身上呢有500万根的毛，包含这个头发啦，包含呢身上的这个体上的这个毛啦再来呢500万根的这个毛呢，我们一天呢大概只掉了100根而已所以说呢，你看跟猫咪差了多少这时候呢，线上朋友呢就会问我说呢，那我要了解这个要做什么作用呢？这只是那个呢，这个小知识的补充。那呢，大家呢一定不会记得起来的啦。我也相信呢，这个我今天播完，明天我大概就忘记了再来呢，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咯。昨天呢，我爸呢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呢，我刚好听到呢，这个剧中呢唱了一句叫做“灰金钩”啦，就是呢萤火虫的台语。我就好奇了一下我问我爸说呢，那萤火虫吃什么？我爸说呢，吃电啊，吃电啊，因为呢它身上会发光所以说它一定是吃电的啦。
然间呢，被他这个笑话给笑了，觉得好开心哦。但是呢，你以为笑话笑完就没事了吗？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我还去查了这个猫毛，那呢，当然这个笑话呢，当然我就去查了呢，萤火虫到底吃什么咯？再来呢，我们这个静也哈哈大笑，我们的韩粉也哈哈大笑，以及我们的文化柜管理员都哈哈大笑咯。你知道吗？萤火虫的成虫呢，这个活的寿命呢，只有3到7天而已。那它们究竟如何存活的呢？先让我们听个歌曲，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跟你们来聊聊萤火虫身上呢到底是如何发光的，以及呢，它的寿命它的成虫只有3到7天的寿命，它又要吃什么来过生活呢？来听首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阳光保持着相守，心不快什么理由？为爱多做几拜寿，年年今朝老优秀。边水天梯乐观天波意，我嘅悲在一湖淡，好嘛一回过。感恩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所穿插的这一首呢，叫做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是否好听呢？感恩呢，我们的汪贵管理员说好听好听，以及呢，我们的韩粉说鼓掌，掌声鼓励鼓励，还有我们的静静说呢，拍手啦。因为我们的静只有一个字啦哈，我来叫你静静哈，感觉比较亲切一点点哈。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憨憨哦，憨憨说好听啊。哇，原来萤火虫呢，成虫呢，因为呢它只有这个3到7天的寿命，所以说呢它只有这个喝水。偶尔呢才会吃一些呢这个幼虫来补充呢这个身体的健康度，以及呢它会去吃这个花蜜啦。那呢你知道吗？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幼虫哦，
它的幼虫呢，在这个成长期呢，是一个肉食性的动物，所以说呢，它会去捕捉其他可能蝸牛啦，以及蚯蚓类的啦，来补充呢自己的身体的养分，这是萤火虫的部分哦。你知道吗？成虫呢，也会发光以外呢，就连萤火虫的幼虫哦，小小一只的幼虫呢，也会发光哦。再来呢，感恩我们的明辉大大的掌声，以及呢我们的真会说呢，好听拍手啦。这个静静说呢，爸爸不是说呢萤火虫吃电的吗？他大概呢是喝了水哦，然后呢不小心碰到这个火，可能小怕电的概念啊，所以说吃到了电。不然呢，他如果吃电了呢，他应该自己也会死掉吧？这是我大概想象的了哈。所以说呢，他可能是喝水的过程当中，没细里的这个小怕电哦，是算吃电啦。人古早人来讲吼，这个互你食一顿啊，青笑啊，青笑吼，互你食一电的吼，你无互我这个吹海架势吼，你唔知影乖安尼意思的对了哈，就是刚好符合呢我们这一出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了哈，所以说呢，也或许呢，他真的是吃电的哦。再来呢，欢迎我们的蜜蜂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蜜蜂大大是不是睡着了呢？你知道吗？这个呢，萤火虫幼虫的时候呢，会发光的原因是因为呢，为了保护呢，不要被这个敌人所吃掉，所以说呢，自己会发光。那呢，这个萤火虫成虫的时候呢，发光的时候呢，是为了要求偶，为了呢要传承下一代。以及呢，为了要照明使用的哦。讲到萤火虫，也感恩一下呢，我们萤火虫的小作所的大朋友们以及老师们哦，都会来收听雨涵广播电台的回放节目咯。在此呢，也感恩一下这个小云老师，我的婆婆。婆婆是假的婆婆了哈，你们不要当真哦，这只是我跟大家开玩笑的哦。等一下线上好朋友真的当真就完蛋咯。讲到萤火虫呢，总要唱一下呢，我为萤火虫小作呢，所写的这个歌词，我们来唱一下传统的7字调，来唱一下萤火虫小作。再来呢，你的头发型跟妆法怎么突然间改变了呢？这样子有比较好看吗？还是更丑了呢？我常常说这个雨涵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呢，没有到很帅，所以说呢，你可以一边呢来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可以一边呢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不知道这样的发型呢，会不会瞬间呢又更丑了这样子呢就真的不用看荧幕了啦开个小玩笑因为呢把它烫卷一点，到时候呢它留长一点，然后会更好看。以及呢我后面呢也都烫起来了这个呢我要继续留，给它留个这个狼尾头啦，给它留个呢更长一点。我想要试试看呢，这个一年呢我们的头发呢可以长到多长这也就是呢这个实验家的精神啊。既然刚刚呢都会查呢这个猫咪身上的猫毛有几根，以及呢会去查呢这个萤火虫它到底为什么会发光，它所吃什么。还有呢我们上次查过这只树懒它居然可以在水中憋气40分钟，我们也来试试看呢这个头发呢一年可以留多长再来呢这个汪龟管理员说好看好看，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家都说好看哦。再
来呢，我们的灵感菇说不会，还是我们的国民金孙帅老师啦。然后呢，蜜蜂大大说老师永远是你老师哦。哇，这个截图起来太棒了哦，大家。我们的韩粉也说好看哦，感恩我们的韩粉哦。等一下呢，来说说呢，这个韩粉呢，听我的这个直播节目听到睡着的故事。他说呢，这样子听呢，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睡眠哦。等一下来跟大家做来分享。我们先来呢，听一个呢，这个传统的这个7字调，用我们呢这个萤火虫小作所呢，我所写的歌词来听听看咯。我们的传统7字调。花经过暗时啊，闪闪是亲像向我的暗示，光明之路啊，在四周围，照明将人烦恼无边。寄托在灰山啊，基金会可定内容啊，真多。眼神单纯啊，心美丽。有缘会经过，关怀关子呀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看到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问说呢，老大有来吗？这个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代替我回答，他说呢，老大呢被隐藏了，还没解开，因为呢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解开哦。嘘，小声一点，不要讲得太大声哦，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解开了。刚才看了一下觉得有点搞笑，但是呢，也因为他们那一天的吵架就没办法咯。再来呢，这个蜜蜂大大说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没有跟到哦。再来呢，这个明慧大大说呢，会不会过年后呢，很多人呢都留这个发型啊？有可能吗？这个我的这个力量有这么大吗？就像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上次呢，在这个群组分享一支笔说很好用，结果呢，大家开始做团购我突然间呢变成这个团购团。再来呢，来介绍一下我原本说呢，这个小米的耳机呢，非常的好用。这个音质也不错有非常的便宜也300多块而已。但是呢，我不敢在这个群组推荐因为我怕呢又开启这个团购团。所以说呢，如果呢有需要这个耳机的啦我先推荐一下这个小米的耳机，这个300多块而已，还蛮好听的那呢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就自己去买不要再找我团购了再来感恩我们的静静，以及呢我们的灵感菇，还有我们的明慧大大的掌声鼓励鼓励哦。大家说呢，这个团起来了这个购物欲望呢就是要强，是不是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粉丝观众朋友他说呢，他给我的回馈他说呢，有你的节目呢，让我这个心情呢好多了，就是说呢，每天都可以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说呢，这个晚上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很好的入睡。他上礼拜呢，明明这个拿着手机呢，在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
台，听到说呢，我节目的最后说呢，我们大家晚安，我们下回再见哦，下周一再见哦。哇，这个手机立马的放下，开始呼呼大睡，连关都没有关哦。结果呢，想不到我们后面呢还补充了好几首的曲子哦。他到了起床呢，才发现说，原来呢，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说呢，原来我们成为一个晚安曲的模式啦。所以说呢，也感恩大家呢，非常认真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小助手，我们的小云老师哦，他说呢，这个他都听回放，这个2次听回放，3次听回放哦，都非常的感恩你们。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大家可以听2、3次哦，非常的厉害哦。再来呢，感恩我们的韩粉说这个哈哈哈。以及呢，这个灵感菇说我是被手机砸碎的啦可以当一个催眠的节目哦，没错。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一个节目的最后呢，都有这个感恩的3件事情，然后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你看多么的重要哦。再来播报呢这个新北的新闻哦。新北呢有一名业者他开车呢载着这个轻钢架，想不到呢没有绑稳这个轻钢架呢就砸到了这个呢旁边的这个油管，给它砸破了之后呢，哇，这个机车骑士呢骑经过惨摔了啦。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出门在外骑车呢慢一点。当然，如果有看到了路上有油啦，有这个人行孔盖啦，这个有凸起来的，也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再来呢，我们先听一个空奏先让我去擤个鼻涕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呢真的感冒太严重了，先让我去擤个鼻涕大家听个空奏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直播组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没办法，这个鼻子呢塞住实在太痛苦了这样子我没办法唱歌，所以说呢太搞笑了这个静静说雨涵好有礼貌啊，因为呢我要离开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呢是不是又要下播了所以说要跟大家讲一下，但是呢虽然有点太诡异了再来呢来播报一下你会不会呢一边走路呢一边来这个讲电话呢，还是呢你会呢边走路边讲电话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呢就停下来，以及呢就放慢了脚步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天哦。这个憨憨说帅主播请保重没问题。这个明辉说睡前喝杯热的姜茶很棒没问题。那呢我明天叫我妈煮为什么是叫我妈煮呢？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呢本人不会开瓦斯。在聊呢这一则新闻以前呢，先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不会开瓦斯这件事情因为呢在我小时候呢我有一个大我5岁的姐姐
他那时候呢，应该是国小还国中的时候，他就好奇了，所以说呢，去这个开瓦斯呢，来煮这个康宝玉米浓汤啊，实际上他会煮了哈。那呢，我就好奇了一下呢，我根据他的后面呢来看一下哈，他煮的如何。结果呢，因为我家的后面旁边呢就是这个防火巷，所以呢，我们就摆了呢这个粘鼠板呢，怕这个老鼠呢会跑进来了。结果呢，我的大姐呢就后退了一步，我姐后退了一步，就了之后呢，她也好奇啊，为什么我在她的后面呢了一声哦，所以她又后退了一步，然后我就后退了一步，然后我又第二声哦。两只脚呢都粘在这个粘鼠板的上面哦。从此之后呢，这个厨房呢是我的禁忌的地方哦。从此之后，这个厨房呢我不进去，然后呢，这个也不要叫我喝这个康宝玉米浓汤哦。这个演唱会的当天，请不要准备康宝玉米浓汤来给主播喝哦。所以呢，跟大家广播一下哦，这个3月14号呢，我们有一场呢，这个一路打精致的实体演唱会，在我们的下午2点钟准时开始，下午的1点半呢就可以入场了哦。那呢，在我们台南的这个好听文艺展演厅，在我们西门路2段25巷1号，从这个国华街附近这个府前路啦，以及呢中王街呢，都可以进来哟，欢迎大家前往莅临现场喽。然后你们知道吗？这个脱困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呢那时候还很小哦，那爸爸妈妈还没回家，那呢我就脱困起来呢，这个粘鼠板拆起来之后，哇，龟香康哦，整个都很黏很黏的意思这样子哦。那呢，就去用那肥皂猛洗啊，还是洗不起来。最后呢，我爸回来的时候呢，研究一下这个粘鼠板上的这个说明书哦，才发现呢，原来要用汽油呢，所把它清除掉哦，才清除了我这一双脚可以这么干净哦。所以说呢，跟大家讲一下呢这个好笑的故事哦。我们的明辉说呢，还是有妈妈最好哦。以及呢，蛙柜管理员的哈哈大笑，还有我们进的哈哈大笑哦。哈哈说呢，怎么这么可爱，这么好笑了？刚刚呢还没跟大家聊到哦，你会边走路边讲电话吗？这个专家说呢，如果你边走路边讲电话，会慢慢的停下来的朋友，甚至呢说呢会放慢速度的朋友呢，你要注意咯，这有可能是一个警讯哦，代表说呢你的大脑的这个整合系统呢有问题了哦。所以说呢，也有可能会导致失智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呢，这个边走路边讲电话的朋友，你会放慢速度，以及呢，你会突然间就开始停下来，站在原地讲电话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有可能是大脑的这个整合系统出现了状况哦。再来，我们一样呢，来唱个我们的都马调，用我们呢，我写给这个大丰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都马调，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都马调。节目的最后呢，等一下还会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来做感恩3件事情哦。再来，欢迎我们的俊德，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俊德，俊德说第一次来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欢迎你！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无论呢是这个戏曲的知识，以及呢新闻的小知识，还有呢我们明天的天气预报，都欢迎大家上来聆听哦。再来穿插一首这一首歌仔戏的都马调，是我特别呢为我们这个大丰日照以及呢我们的惠山园小作呢所这个写的歌词，一起来听听这首都马调，感恩大家。
拢是阮快乐的泉源。如同甲你将伊传你将服务，真正赞。也感恩我们的龙凤同心意面的介绍哦。歌团唱真多元，万事开山基金会，有缘千里来相会，老人囡仔谈做伙，阮都亲像一家伙。这是呢，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所录制的这个都马调啊，我一样呢来把它沿用到这个大风日照以及呢我们的惠山园小作，来特别呢为他们写歌词哦。也感恩呢我们的俊德说是听这个家里外面呢所介绍这个电台龙凤同心意面哦，感恩我们龙凤同心意面的这个夫妻哦。我们的俊德呢有跟龙凤同心意面来领这个春联吗？可以跟他们领春联哦，有我们的这个平安顺心以及呢我们的吉祥感恩的春联哦。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放哪一版的春联给他了所以说呢也欢迎你呢去领一下我们的春联，欢迎你咯。明天呢有空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没问题的。再呢这个呢来唱一首我们这个七字连空奏给大家听哦。秋难改，中心事随人知，夫妻和谐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一爱一君对心也歹咧啊，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像亲像姑娘，手开又分开，风计照鸟我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春山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鬼古迈，冤家江春啊，江心情深渐将相地台，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解。
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俊德说呢，主播有空再去一下龙凤同心意面啊，吃饭呢。有的，我这个呢，去寄售这个呢，去寄放这个春联呢，也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是会常去的哈。虽然说呢，最近呢已经搬回来家里住了哈，没有在这个龙凤同心意面呢，在我们台南的这个开元路以及南园街的附近啊。虽然说呢，我本人现在不住那附近了哈，所以说呢，也宣传一下龙凤同心意面呢，不止这个阳春面啊、麻酱面啊、水饺类卤味哈，都欢迎大家去吃吃看哦。那呢，在我们龙凤同心意面呢，相对也买得到银鹿塔金枝的 CD 专辑哈，一张360元哈，算是呢支持呢传统文化戏曲。今年度也还会再出的另外一出戏叫做《陈世美反间》。先广告一下哈，我们3月14号呢的下午2点钟，在我们台南的国华街附近以及府前路中王街的附近呢哈，在我们这个好听文艺展演厅西门路2段25巷1号有办呢实体的演唱会哦，下午1点半就可以入场了哈。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 LINE 群组的连结以及呢演唱会的资讯哦，欢迎大家当天呢到场莅临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们的静静掌声鼓励。以及呢韩粉的鼓励哦，再来也感恩呢我们蛙柜管理员的掌声鼓励。我们的汉汉说好听好听哦，汉汉3月14号也要来演唱会啊，没问题，欢迎我们的汉汉小朋友哦。再来呢，节目的最后呢，总要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在节目结束以前呢，提醒一下大家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让我喝口水哦。再来，让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欢迎我们的黄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现在呢，跟着我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无论呢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我们的胸腔，在我们的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都让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让我们呢来感恩3件事情哦。无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今天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父母，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我们所感恩的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
吐气。再来感恩第二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三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韩粉说呢，感恩造物者。我们蛙贵管理员说呢，感谢雨涵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的陪伴节目咯。线上的好友呢，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上来聆听市区的小知识，上来聆听呢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报，跟大家说一下哦。明天北中南呢的天气呢，大概都会10%的降雨几率而已，但是呢，台东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台东的朋友呢，明天在20%到30%的降雨几率咯。再来韩粉说呢，感谢所有的4语，以及呢感恩老师，也感恩韩粉咯。欢迎大家呢明晚8点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也有看到黄姐进来，所以说呢我们来唱一首曲子。我们蜜蜂大大呢最爱的这个新卡北北造三观，虽然说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7字调新卡北北造三观，该我受益回中完咯，感恩大家。新卡北北呀，造三观，该我所以哦，回中完。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无传。四盆无单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了主意。了花心啊，花笑开。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记得上来聆听哦。那呢，每周四的晚间呢的8点钟是我们的台语电台，但是呢，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哦，我们会一边呢穿插国语，一边穿插台语哦，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也感恩呢大家呢容忍一下这个主持人前段雨涵呢因为感冒的关系今天呢讲话以及声音上的表现呢不是这么的完美哦。所以说呢，也感恩你们可以从这个8点聆听到呢这个9点多，非常幸运，非常的感恩我们静静的掌声鼓励。感恩大家上来哟！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聆听一诺塔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明晚8点再会喽。
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遐看卖，什么条件啊？向看定本身的礼。感恩呢，我们的明辉大大哈，哇，这个外国的外交官的概念哈，他说呢，please，这个 like and 其他我都没好连嘛哈，这个是真的很抱歉哦，应该是叫他大家呢这个订阅、关注、按赞了哈，感恩我们的明辉。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以及呢我们的韩粉说呢，大家再会，大家晚安哦。感恩我们的明辉哦，明晚8点再会喽。有叫做骗你讲爱，免来了说，差点你他，命最硬，你也不对你啊，对你依赖了情，我不了情。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我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真惊当前看对爱，哪敢当手只看海？想变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并你心地。因一句，抓定阿头来面说。哎呦，来这么痛！当着我是拍金赛虎，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了？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解约，三打对机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2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倒，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搁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随何人心头硬，当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可。小心，莫将你。
牛啊，望千里。风风翻飞啊，冲了去，分类去灵啊台食开。啊，吹风管难消气，听歹北宝金收伊。我嘛无讲找情义，面可光阳平。